交通的消息来关心，为了配合屏东潮州到枋寮电气化通车，提悬铁路服务的品质。台铁按算为新历12月20起调整车帮的时间，全线拢总有180帮车帮拢会改过，其中77帮车帮差不多调整5分钟到10分钟。另外增加台北往回枋寮的车帮，上改济差不多会当省转车时间省47分钟。火车豆豆入站，配合屏东潮州甲枋寮之间的电气化通车，以及提升服务品质。台铁的时间要来改版，全线总共调整180班车，其中有77班，影响差不多5分到10分钟。按算12月20号来上路，算是微幅的一个调整。5分钟以上的有77班，那占所有列车的比例大概8.7%。无要互高铁南延屏东的话题来抢头彩，台铁嘛增加直驶的车帮，包括路南111处、129处，以及往北136甲168处，总共4班普悠玛甲自强号会延长来屏东枋寮，以111处普悠玛来举例，原本8点对台北出发，就要先到潮州来换车，才会当到枋寮。坐车的时间差不多要5点钟17分钟，但延长以后，未来坐台铁会当直接对台北到枋寮，免来换车，按算会当省差不多47分钟的时间。在潮州到枋寮之间往返西部干线部分的话是更加的便利，乘车品质是比较高的。另外，新左营到枋寮每一天的车班嘛会按原本30班增加到60班，其中加开的22班区间快车，按算会当大大来减少坐车的时间，提醒民众要加注意火车新的时间，让坐车换车更较顺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